我又驚我講錯咗，講得多咗，你可能有啲位你幫我 cut 咗佢啊。成個起點咁，我都係一個被邀請去進行呢一個計劃嘅人嚟。咁啊，我自己都好愕然嘅。咁啊，就本身係想去即係傾一個電影計劃咁樣嘅。咁係幫阿毛啦同埋阿修平傾嘅。咁啊，當然係邀請佢哋之下傾。咁本身就係想做一樣叫做努力多元嘅嘢。咁咩叫努力多元咧？就係 SEN 就係其實就講到佢哋有特殊學習需要咁樣咯。但係調翻轉，其實係每個人個努力多元咧，腦係腦袋個腦，每人嘅思考模式，每人都有唔同嘅方式。我哋點樣俾佢哋可以呈現出嚟？咁俾佢哋去實踐，甚至乎佢哋根本唔需要我哋特別照顧，佢哋係就係當家作主。無論你自閉好，過度活躍好，都可以有佢哋嘅表達方式，佢哋嘅故事。其實本身係一樣咁嘅嘢嚟，一個電影計劃嚟。咁跟住，但係突然間我上到去嘅時候，跟住就話導演喺邊度？咁啊，跟住我睇，跟住然後就話嗱，認識咗你㗎啦，知道你係咩人嚟㗎啦，你做過啲乜嘢㗎啦。咁啊，跟住就俾咗8個字我，就係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咁跟住咁我係開頭尷尬，真係尷尬。如果我上嚟傾嘅係幫人傾嘅喎，但係突然間要揾我做一個劇場嘅東西，咁好明顯揾我成個世界、成個香港咁多人要揾我，咁佢哋起過我一啲底啦，一定知道我做過啲乜嘢。咁我一路都由 APA 畢業，或者未讀 APA 之前已經做緊好多傷健共融嘅嘢啦，例如係香港展覽藝術會，咁裏邊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可能唔同嘅朋友啦，可能視障㗎啦、聽障㗎啦、精神病康復啦，咁智障啦，唔同嘅人我都同佢哋搞過啲唔同嘅戲劇計劃啦。咁甚至乎表演嘅地方唔係就係香港，咁走到去唔同嘅地區啊、國家咁樣。咁呢啲嘅經驗咁啊，佢哋知啦。咁跟住亦都做咗好多年嘅青年劇場啦。咁啊，亦都做咗好多都真係 SEN 嘅題目啦。咁所以大會就叫呢個德和慈善基金。咁啊，呢個德和慈善基金就正咧，佢哋嘅服務嘅對象就3種人啦。一個就係叫犯過事出翻嚟嘅更生嘅青年啦，一啲就係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青年人啦。咁啊，12至19歲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所謂無障礙嘅朋友咯，即係所以由一開始就已經係有呢幾個唔同嘅目標，然後要結合埋一齊去做一個共融嘅戲。咁係咯，個起點就係咁樣噶啦。我係一個被邀請嘅人嚟，呢個計劃唔係我嘅劇團去申請咗一個funding，話要我想做一個咁嘅題目。因為我自己對於申請funding係可能我唔知係自己唔專長定點樣咯，我就唔係好中意申請funding，因為就係要我有種寄人籬下嘅感覺，即係你申請個funding，你就要好多裏邊嘅條件，好多裏邊嘅目標咧，就算你做唔到，你都要用個口去講出嚟，即係或者係你做咗都仲要用個口再要講一次出嚟。咁我覺得其實件事就好多時會申請人哋嘅funding就好口號式啊，然後講多過做啊。咁當我成日稱為大會啦，主辦單位揾我嘅時候，咁我其實都覺得呢件事可以做嘅，但係我就俾咗一個要求佢哋啦。個要求就係嗱，如果你揾到呢個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仲要3月嘅檔期咧，咁我就幫你哋做啦。即係誰不知真係有揾到。
咁我就冇得推啦，咁我一定要做啦。咁要做嘅時候，咁件事就開始要好多成個人嘅心情準備啊，甚至乎係要為自己由舊年7月去到今年3月嘅一個自己嘅人生規劃咯。即係呢幾個月全部嘅時間，本身諗嘅嘢全部唔可以做啦。咁啊，包括嘅就係呢個完全係放唔到任何時間。我一路都好想，即係一路都叉緊隻腳入去所謂電影圈㗎嘛，做緊電影圈啲嘗試唔同嘅嘢啦，甚至乎可能係會搞謝票，謝票到變成謝票總監，跟住然後一套戲可以謝8個月。咁好想多啲人去睇到一個戲嘅一啲信息啊，一個作品可以俾人睇到啊。咁然後本身舊年啦，就係呢一個首部劇情片㗎嘛，12月。咁根本係完全冇任何精神時間可以分心去寫呢一個計劃書，因為由舊年7月開始就全部精神都喺晒呢一件事裏邊。咁跟住就8月啦，咁就去咗英國，咁就即係一定要睇多啲戲啦。咁睇咗15套 musical。咁簡單嚟講，你可以話透視，因為我要知道而家個時代脈搏係點樣，點解一啲嘅音樂劇係咁長壽啊，個宇宙性咁勁啊，然後世界各地嘅人都會被感動啊，喺裏邊產生共鳴啊。咁有啲當然亦都係未 ready 嘅。咁所謂未 ready 嘅就係我會形容就係戲還戲，歌還歌，舞還舞，三者咧喺個台上高打仗。咁呢啲嘅唔同嘅嘢，我就喺度提醒自己嘅就係，假若我要落實要搞呢個音樂劇嘅時候，我至少要一樣嘢就係，我唔可以淨係鎖死喺一個劇本度，因為裏邊有好多新嘅可能，參加者都未知係乜嘢人嘅時候，我點樣可以話你埋位你就對住個劇本講呢幾句台詞，咁係冇意思嘅對我嚟講。咁又或者你跳咗隻舞好好睇，但係隻舞係完全同套戲扣合唔到嘅，點解無端要跳一隻舞？咁呢啲位都係好係喺個腦海裏邊，同埋讀演藝學院開始就不斷都有一種嘅音樂劇嘅教育嘅思維啦，就係當你用語言表達唔到，你就會要唱啦。所謂語言表達唔到要唱，即係情緒已經超越咗你本身語言，你所以會唱。再落到去就係唔係嘅喎，原來仲有好多嘢嘅喎，音樂劇。你當你一次過睇15套，然後你就知道音樂劇原來都已經可以有好多類型，唔係淨係情緒爆發，跟住唔要唱歌，然後唔係唱到都唱唔可以淨係唱啦，所以你要喐埋你嘅身體去用你身體去表達。咁仲有好多嘢，其中我自己覺得喺成個英國嘅旅程，我自己俾一個音樂劇嘅新類型，亦都幾受歡迎嘅派系，甚至乎係變成咗學科，叫做 actor musician。演員係要識樂器，甚至乎可能係由一啲樂手去參與一啲 acting 上高嘅嘢。咁件事咁就合理好多。其實大家都可能有成日對音樂劇嘅其中一個疑惑㗎嘛，就係點解啲人無端端唱歌咧？甚至乎香港都聽唔少嘅就係，好似無端變翻粵語殘片嘅時代，點解啲人無端端講下嘢會唱歌喺度跳舞？又或者星爺嗰啲戲喺度搞笑啊？即係有呢啲嘅疑問。咁呢個疑問其實好多時冇解答到。咁音樂劇再推前啲，點解會走出嚟美國？或者係呢啲商業劇場裏邊就係最中意吸納人哋嘅東西㗎嘛，吸納人哋東西，咁吸納人哋嘅東西，咁其中最源頭就係有位叫布萊希特嘅人啦。呢位布萊希特就係我哋睇緊戲啊，呢件事我哋唔係淨係要投入一個世界裏邊，要清醒翻睇緊裏邊講緊嘅信息，同你有咩關係，同世界有咩關係，用盡所有方法去整醒你，你唔好淨係受嗰個戲裏邊嘅迷惑，你要清醒。咁所以包括咗好多呢啲唱做念打嘅嘢喺裏邊，令到大家喂，戲劇再唔係淨係
以前傳統戲劇，又或者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嘅派系，然後你係要醒嘅，觀眾唔好被迷惑之後共情完之後，對你嘅現實生活係冇任何嘅改變同幫助，你係要醒。究竟套戲講緊啲乜嘢嘢？咁呢樣嘢就被引申咗變成有 musical 呢樣嘢出現啊嘛。咁跟住 musical， 跟住然後所以唱啦，咁唱嘅時候，咁我成日都喺個戲其實一路想加啲點，其實未加到，但係套戲就貫穿咗呢樣嘢就係，如果一個人喺街無端唱歌，我哋戲劇源於生活嘅話，我哋會覺得呢條友或者呢個人喺條街唱歌係傻嘅，係癲嘅，有問題。即係套戲亦都應該咁慢慢地去講去整嘅時候就係不如我掂一個，既然我哋要搞 SEN， 不如就要掂埋一個關於精神健康嘅一個切入點咯。主角佢遇到精神健康嘅呢樣嘢嘅時候，有啲乜嘢刺激到佢精神健康有問題啦？然後當佢處身喺一個精神健康嘅狀態裏邊嘅時候，咁佢又應該點樣行落去？要點面對？咁呢個係喺個創作裏邊慢慢咁樣一路咁樣走出嚟咯。咁係咯，所以呢啲我好希望處理到突然唱歌，好希望處理到點解會呢個人要突然間跳舞，我好希望要處理到啲人喺個台上高做嘅所有嘢係有原因嘅，合情合理嘅，而唔係淨係喺個 form 裏邊話要咁做就咁做。咁亦都同時間，既然本身唔係我做啦，呢個所謂編劇嘅角色，咁我要存在做呢個編劇嘅時候，我就要做一啲點樣去插科打諢，去令到觀眾唔好淨係被舞台嘅嘢迷惑。你係點樣呢？你點面對呢啲事？所以要不斷做嘅就係要大家唔係淨係入戲，要大家入咗去之後要思考，要醒覺。咁係我成個創作嘅源頭係咁樣。即係你搞一個創作，亦都好用好多投入好多精神。咁你啲精神放喺其他地方就少咗，咁亦都可以好多呢啲唔同問題。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高，其實係一個我再去整嘅時候，因為戲劇我自己演藝學院嘅派系啦，即係戲劇係一個自我解剖嘅過程，根本由頭到尾就係主角喺度自我解剖，亦都係我喺度自我解剖緊。咁編劇呢個位置，當然喺我嘅位置裏邊，我自己係一個編劇，咁好似係一個 double meaning 咁樣。咁但係呢個 double meaning 咁都有原因㗎嘛。咁我又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實踐，叫演員三重性，自我演員角色點樣可以喺呢三者裏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糅合咁樣去玩一啲嘢。喺個編作，因為其實啲個創作其實係最開頭就係有咗故事大綱啦。咁跟住，然後就開始就創作20首歌啦。創作20首歌，跟住然後呢20首歌簡單嚟講都叫做批晒之後咧，咁我就可以盡情做好多嘢。即係我覺得大家好似仲係唔係好明白而家香港嘅一個新常態係點樣？一套電影你隨時都可以有唔同原因，你未必有機會上。而你喺申請嘅第一個過程裏邊，可能已經未必過到關。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環境裏邊可以創作嘅嘢係可以符合各方嘅利益，或者符合各方嘅限制，然後你可以最後 present 到。我其實一套戲未登上去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完成呢，我其實都帶住好多疑惑。呢套戲究竟上台係點樣呢？係咪上到台咧？你唔知喎，因為其實有好多好多人㗎嘛，即係譬如我哋做緊嘅時候遇到咩呢？有人專登就去勞工處度搞我哋啦，打去唔同部門去搞我哋啦。咁好似香港有一種我形容，我直接叫佢哋啦，佢哋可能都中意滿足嘅，即係有啲壞蛋好中意舉報人哋。總之就係你搞唔成咧，佢哋就好興奮，咁亂咁舉報、胡亂舉報，然後你就再要去面對、你去解釋、去面對唔同嘅嘢。咁喺呢套戲去創作嘅時候，我自己覺得最好嘅嘢就係一個人點去面對自己。
一個人點樣面對自己有唔同狀態。咁所以個編劇嘅角色其實就係、都係其中主角嘅一個狀態，佢點樣去書寫自己嘅故仔，而自己如果頭先講到話上帝視角嘅話，其實自己都可以係自己故仔裏邊嘅上帝視角。你最了解自己嘅，點解你一定要行呢條路呢？點解你唔行第二條路呢？提埋你嘅咯，你自己都提自己嘅咯，但係點解你會行錯？點解會喺 to be not to be 之後你揀錯路？明知嗰度死路一條，你仲係要行過去。明知件事係唔啱，你要行過去。咁喺呢啲位裏邊，我喺個戲裏邊冇刻意去討論太多，即係點解個主角要走去冇錢走去偷標靶藥啫？冇意思喎，我討論更多呢個位。但係佢我想要呈現嘅就係佢點解明知呢個錯，佢 make 錯呢個 decision，然後影響咗自己成個人生。呢個我覺得先係重點。然後呢樣嘢先至有機會去貼近唔同嘅觀眾。我哋有機會去為自己人生去 make decision 嘅時候，我哋究竟點去 make？點解明知有問題，我哋會衝埋去？點解明知件事冇好結果，我哋仲係要繼續？點解明明條路其實得一條嘅咯，你仲要繼續喺度追問？所以就會慢慢咁樣會有呢個越問越錯呢首歌走出嚟。你根本就揾唔到真正嘅問題核心，然後你繼續問。你喺度問啊，點解即係譬如 Fish， 點解 Anna 要死？點解我要遇到呢啲嘢？點解要你問呢啲個答案？其實你自己都清楚。你繼續問，你只會入咗去個轉牛角尖同死胡同裏邊。所以我就會由呢首歌咪會咁樣走出嚟。咁係咯，所以個創作其實都係呢啲嘢裏邊咁。劇本就喺呢一個叫做故事大綱嗰度。故事大綱我就有14頁，基本上就算而家睇翻都係同而家個故仔係差唔多。咁每一個步驟其實我唔知點解有啲人會覺得而家個世界係啲嘢你話做就做，即係其實係好奇怪咯。我覺得呢種諗法，即係就算我喺學校寫個劇本出嚟，都經過好多個部門出唔出得街啦。咁而呢個我覺得係，譬如我自己有返大陸做嘢，我係好清楚地所謂嘅劇本就係要俾國家一級編劇去睇完之後，其實所謂嘅審批就係睇完之後俾返啲意見你，又或者你問你問題你答到，咁你清唔清楚自己做緊乜嘢？其實係一啲咁樣嘅嘢。最大嘅唔同，我覺得就係佢係真係為咗粵劇而建立嘅。咁所以可能由設計舞台去到所有嘅嘢咧，都係好舞台中國戲曲啊粵劇嘅一個思維去建立嘅。咁啊，同我平時可能就算用文化中心都會有啲 trap door 咁樣可以走暗角嗰啲咧，完全冇呢啲嘢。咁啊，全部都係好死正嘅。咁係咯，你要建立呢啲，你就要額外 budget 自己建立啦，佢就冇噶啦。咁你就變咗件事用西教一個好實在嘅嘢。另外就係佢每間化妝間就超大嘅。點解要超大咧？因為你知道啲粵劇有好多旗啊，好多唔同嘅嘢咁呢啲咧。咁啊，所有嘢喺間房就搞掂噶啦。咁啊，出嚟又一埋位就啱數噶啦。咁咧，而譬如平時啲場係可能抬咗抬右都有塊鏡喺度，咁佢就冇噶啦。咁就係因為喺個化妝間已經搞掂啦。咁亦都化妝間出邊嘅通道都好大啦，因為你真係有好多嘢喺度。咁另外最勁嗰個係佢嗰啲所謂 file 啲升上升落嗰啲咧，全部係入 program。咁啊，舊時就要逐條 Q 咁樣 call， 拉呢條降呢條點，但係而家就係一早錄咗之後撳一嘢掣，去一嘢 Q 就搞掂。咁所以就咁樣之下，特意整咗一個重要嘅場景，嗰就係404啦。咁啲嘢走晒，好赤裸裸，好多嘢好似失控咁，係點咧？咁係啲 timing 好準咯，可以跟住晒首歌咁樣去合拼晒，好似行 program 咁樣。
咁我覺得呢個係勁嘅，即係假如一用西九呢個場，一定要玩快事，你唔玩就蝕底㗎。咁點樣玩到有多嘅花式咧？咁呢個就大家可以自己再諗啦。另外就其他嗰啲，我覺得都基本嘅嘢咯，係啊，劇場要有嘅嘢咯。好咁咯。另外就係樂詞咯。咁原來唔用樂詞咧係要加錢嘅。咁我哋為咗將隊樂隊咧放上舞台，因為我要用呢個 actor musician 啊嘛，要俾人睇埋隊 band 啊嘛。咁原來要加錢喎，放隊 band 喺個台上高。咁簡單嚟講，你放隊 band 上去唔使加錢嘅，但係你唔要個樂詞咧，升翻上嚟變成一個演區咧，少少嘅演區咧，你就要加錢啦。哦，因為加翻啲位。係啦，因為佢本身設定就係冇加，即係佢本身設定就係一定有樂詞，你唔要咧，你就反而要加錢。呢、個都係幾意外嘅。哦。咁啊，但係大會即係主辦單位就要俾額外嘅呢啲 budget 啦。咁呢啲我就唔理㗎啦。嗯。咁其實排練地方西九嗰個 size 係12米乘12米啊嘛，所以我哋已經喺呢個情況之下就一早揾咗一間學校啦。咁啊間學校就係俾我哋可以長期24小時任用佢嘅地方。咁啊啲嘢又可以放晒喺佢嗰度，咁所以其實係等於一早有呢個空間1比1咁樣去排戲。咁係一件好難發生嘅嘢，而呢樣嘢係會對於一個戲直接上台係好有幫助咯。係啊，又可以任泊車，又可以用邊間房冇人用，又可以用禮堂，又可以。其實就係無論大會同埋我形容叫我啦，即係其實都好努力，令到成件事大家可以喺一個好嘅舒服啊、舒適嘅環境裏邊去做嘢嘅。好，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當有機會搞一個新嘅演出嘅時候，我點樣都要有一啲俾自己，就算我全部好戲量人唔用啦，我都要俾自己有啲安全感嘅。俾啲自己有啲安全感就係過去呢幾年大家都唔同程度有合作過啦，咁所以一定要有 Ben Sir 啦。咁另外就係 Manson 同埋 Wandy 喺4拍4家族嗰陣時，大家基本上係叫做特別係謝票嘅緊密戰友啦。咁有好多時間傾偈，好多時間去交流。咁而租用西九場地其實唔係人人可以批噶嘛，咁係有好高要求噶嘛。第一樣嘢你係咪職業先？職業係好重要，唔好講專唔專業先，職業。咁啊 Ben Sir 係職業啦，咁啊家傑係職業啦，咁 Wandy 都計職業嘅，因為佢係4拍4家族已經攞咗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客觀地係專業。Ben Sir 啊、Wandy 啊、Manson 佢哋其實就係職業啊嘛，即係佢哋已經譬如 Wandy 都已經有埋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演員提名，其實就係合乎業界嘅一個準則咯。你已經喺呢行裏邊撈緊啦，簡單嚟講，你係呢個職業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基本嘅場地批場嘅要求。咁所以你譬如你係好少見到有學生 show 喺西九嗰度會發生嘅，係咯。據聞個場租就會貴3倍。咁所以基本上呢次一路嘅定位就係講緊由一班專業嘅人去帶領一班未有經驗嘅人，然後佢哋都好想踏上呢一個台板，喺西九嘅呢個叫做殿堂級嘅表演場地，大家一齊共創緊一件事。因為講緊共融，某個程度上講，最好嘅方法去實踐共融就係共創一樣嘢。點解我一路所以好需要好了解究竟班參加者有啲咩人啦，佢哋嘅能力啊，佢哋嘅習慣啊，佢哋諗緊啲乜嘢啊，然後呢啲都會喺個成個戲嘅編作過程裏邊會加咗呢啲元素喺裏邊。咁所以故事大綱係個起點，歌詞根本我哋一路講嘅歌詞就係台詞，根本就係劇情。跟住然後再落去啊，點樣再有唔同嘅人加入喺呢個劇情嘅框架裏邊，所謂規定情景裏邊，大家可以一齊共創好件事咯。
家傑最重要嘅，其實我係佢17歲嘅時候已經係我學生嚟嘅。嗯。咁啊，想當年去接觸佢嘅，其實同幾位參加者都係有關，都係一樣嘅，都係一個叫做民間嘅選秀比賽啊，叫做 YGT。咁啊，教會搞嘅，咁教會搞咁，跟住然後嗰陣時就識到而家套戲嘅歌唱指導Maggie 啦，另外就係都有各自有獨唱歌嘅咁Trinity 啦同阿晴啦，咁佢哋4個本身就係我喺搞呢件事裏邊第一時間揾佢哋㗎啦。咁第一時間揾佢哋，因為我識佢哋，我知點用佢哋啊嘛，係咪先？呢個係一個好緊要。我唔識嘅話，全部由零開始係要花好多精神時間去認識同埋建立信任關係。咁亦都我唔想一種單向由頭到尾。即係如果知道所謂好戲兩 style， 其實就係唔係一種傳統式嘅導演坐喺個導演椅度，你咁樣，你咁樣，你咁樣啊嘛。你一齊傾好多偈，然後一齊喺啲唔同嘅 exercise 裏邊有唔同嘅諗法，然後再呢啲嘢再溝埋落去同個劇情嘅關係。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影響啦，例如 matching， 即係你係咪適合同家傑做呢個對手戲呢？或者係點樣呢？咁呢啲嘅唔同嘅部分咯。咁家傑所以其實就喺呢個5年前已經識佢啦。咁嗰陣時就一路我見到呢位年輕人就係、簡單嚟講就係黐線啦。咁我套戲嘅英文名都叫狂想曲噶嘛。我要一啲黐線嘅人。呢個黐線嘅人就係唔係被社會規限制，亦都會有好多自己嘅創意，好多自己諗法。咁當揾家傑嘅時候，其實佢嘅節骨舞基本上係令我會諗起好多肢體傷殘嘅朋友，即係我哋覺得咁樣好係唔得嘅，但係其實佢哋呢個係可能會發展咗佢哋自己獨有嘅形體、獨有嘅 energy。咁而家傑佢喺呢啲唔同嘅部分幾樣嘢，我覺得，咦，我不如就直接向大會推介。由家傑做第一男主角咯，咁一路簡單嚟講，就大部分人都唔知家傑係邊位。咁我一路就將家傑嘅唔同嘅嘢俾大家知啦，去認知啦。咁甚至乎簡單嚟講，家傑都唔係讀完演藝學院，讀完演藝學院22歲都未有機會出到嚟一個喺西九嘅 show 會俾你擔主角咯。咁喺呢啲位裏邊，其中一樣嘢，既然呢個戲係講緊青年係一個咁重要嘅定位嘅時候，一個我信任嘅青年，然後我覺得係可造之材嘅青年嘅時候，你夠唔夠膽冒呢個險先？我想揀家傑，家傑係咪都願意冒呢個險去做呢個男主角，去接受呢個挑戰呢？佢即刻就應承，然後我就話我嘅任務呢，就唔係淨係建立你，喺個過程裏邊我要摧毀你。點樣叫摧毀你？就係因為喺過去5年，你可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經驗，但係你要做一個男主角嘅時候，你其實就係行緊一個獨當一面呢條路嘅時候，你係要重組你自己。呢個重組你自己嘅包括就係呢個唔係一個商業 show，冇票房壓力，亦都唔需要做任何嘅宣傳。喂，嚟買飛未？買飛。咁呢個亦都係我好嚮往嘅嘢咯，因為真係專注喺排練。咁跟住然後。你做呢個主角，你要面對孤獨啦，你要面對好多俾人質疑嘅嘢啦，然後你點樣再企翻上嚟？咁係咯，喺台上高就見證到一切啦。咁佢而家係達到晒所有嘅要求，一個角色你喺香港冇任何人可以做到呢個角色。你就算有幾多年演藝經驗都做唔到呢個角色。我要為佢度身訂咗一個獨一無二嘅角色。而呢個獨一無二嘅角色係，假若有人要做，你可唔可以截骨呢？截唔截到骨呢？你會唔會做到呢啲嘢？你要用幾多年嘅時間去翻轉頭去學呢？你都知，即係你年紀大咗做唔翻㗎嘛，有啲嘢。咁所以係咁嘅環境之下去揾佢啦，亦都揾佢設定去做主角啦。咁蘇晴係。我唔識佢嘅本身，但係心裏邊一路都好記掛住，亦都好欣賞呢個人。
因為我一路講我嘅派係幾着重嘅就係自我演員角色。你嘅自我嗰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部分。大家知道佢係一個身份啦，呢個身份係全世界都見到嘅，就係佢係一個好好嘅照顧者。當我要講緊，無論係 SEN， 講緊係肢體傷殘，講緊唔同嘅所謂嘅障礙嘅朋友嘅時候，其實大家好多時冇為意嘅就係照顧者嘅呢個位置。照顧者係需要付出嘅精神力量好大好大好大。所以個戲裏邊應該會話用熱烈掌聲支持俾我哋嘅照顧者，即係一個人離開咗表演，離開咗舞台，然後再要佢搭上嚟。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喺呢套戲有機會揾到佢，會係一個雙贏咯。套戲會真係出現咗一個靈魂，即係個靈魂人物喺個戲裏邊，亦都會同時間會幫助到一個咁有能力、咁有態度嘅表演者重踏舞台，去建立翻自己，去揾翻自己，去繼續放膽俾人睇自己。因為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創傷嚟，你點去面對？咁我唔知點樣喺大概10月嘅時候，個念頭就好強烈，覺得我一定要揾佢，一定要揾佢。但係我有一路咧。即係我有啲唔同嘅人識佢，但係我又點樣去親自去揾佢？因為佢冇經理人㗎啦嘛。即係其實係要，即係冇經理人，真係唔使講數啦。其實調翻轉有個好處，咁就係要揾到一個好機緣，令到佢對我嚟講，即係對佢嚟講，我都係佢一個陌生人。點解佢要信我？咁我嘅其中一個任務就係要建立佢嘅信心。唔係就係信我，佢信任呢件事會幫佢行翻出嚟，行到向前。咁終於排除萬難之後，就係等，跟住攞到佢電話，然後就開始傾，講翻我係做緊啲乜嘢，點。其實喺呢個過程都傾咗超過1個月嘅。咁每一日就好似大膽咁講。即係而家我哋做緊同 Ben Sir 做緊嘅嘢叫藝術治療，即係藝術嘅特色就係俾大家去表達。藝術嘅特色除咗要表達之後，我哋會學會欣賞，然後喺個過程裏邊，其實就係等佢再知道，係我相信佢哋都真係完全會 feel 到同其他人係好唔同，唔係純粹一個商業嘅嘢。咁跟住就再同佢傾，其實件事就真係不如一齊行下啦。咁所以就有一個叫做知識轉移咁嘅方向。咁你嚟參與呢件事，將來可以為你做唔同嘅嘢。咁樣，所以就有咗呢一個男女主角嘅組合就出嚟啦。因為其實係一路有樣嘢就係我，譬如頭先講啦。戲劇還戲劇，音樂還音樂，舞蹈還舞蹈，呢個係我唔想見到嘅嘢。咁但係你好易，因為啲歌喺晒度之下，其實就你再加嘢就係等於加劇情啦。你唔會再加歌噶啦嘛，你唔會再加舞噶啦嘛。咁你要加嗰啲劇情嘅時候，咁究竟嗰啲劇情個比重係點樣咧？你唔可以過多，唔可以過長。咁你一過多過長，就會令到件事喺個視聽之餘會失效。咁幾難做嘅就係有一個角色就係叫做 Anna 啦，即係假嘅 Anna 啊嘛，即係 Anna 就係我形容叫靈魂人物啦，佢喺個戲裏邊真係靈魂咁出沒啫嘛。咁佢亦都係等於主角阿 Fish 嘅靈魂伴侶嚟嘅，佢係咁樣去陪住佢。咁但係我喺裏邊其中一個就係所謂現實嘅之後嘅一個代替品，就係叫做 Anna 個主，佢其實自己話我已經叫做 Anna 㗎啦，點解咁佢其實唔係 Anna 嚟，佢連名都改埋叫做 Anna，但係主角對佢可能
冇嗰份感情，點解永遠都代替唔到？咁呢度係需要戲劇上高多一啲嘢。咁啊，台上高有7個男士咧，同佢有一個對手嘅，除咗阿 Fish 之外，直接就係 Fish 就係自己啦。然後 Fish 嘅6種狀態，6個唔同嘅人設狀態之下，係個女嗰個叫做假 Anna 啦，或者2次人生嘅 Anna 去做呢個對手戲。咁嗰個係年輕演員嚟嘅。咁啊，要同唔同嘅有經驗嘅男仔去做對手戲，其實係有難度嘅，因為你要喺好短時間你要達到晒每一個角色嘅要求。你好安穩咁做，你個節奏又好慢，你做得好情緒，跟住大家只會覺得呢個角色情緒化，而忽略咗其實側邊嗰啲其實都係 Fish 嘅唔同嘅狀態。咁所以呢個位係難嘅一個部分嚟嘅。咁而佢做得好咧，就可以令觀眾知道側邊嘅所有人都係 Fish 嚟嘅。咁係咯，我懷疑而家有人未必全部人知道佢同緊嘅全部都係 Fish 咯。咁我都相信應該一時三刻未必即刻解讀到嘅。係啊，咁嗰個位就係我覺得難度高咯。係啊，所以你問我話一路呢邊啲位呢啲位咯，點樣去加大家啲戲係難咯，同埋有好多因為最撚尾個戲都長啦嘛，咁就壯烈咗犧牲咗好幾場戲啦。咁其實係為咗啲年輕演員各自建立咗一啲佢哋自己嘅戲份嘅，咁但係最撚尾都忍痛地冇辦法加落去，因為一加就變成好沉醉。咁啊，另外就係調翻轉啦，就係我出場嘅部分咧。其實我最初我係唔出場噶嘛，咁但係喺同西九開呢個製作會議裏邊咧，最順利嘅一個位同最正嘅一個位就係我話今次我哋會有好多新觀眾，有好多第一次入劇場，大家原來都係好擔心呢樣嘢，因為其實無論你啲飛要錢唔要錢，你嗰種消費者心態都會覺得，喂，你點解要咁？我要咁，我要咁，咁所以係要教育呢一班第一次入嚟嘅觀眾。咁所以我開場嗰啲常規咧，就要同佢哋喺個玩嘅狀態之下去俾佢哋知啦。嗱，唔好咁樣，唔好咁樣。嗱，電話你真係唔好搞。一來個戲叫貫穿啦，即係平時可能你喺個場一玩電話，可能攞個電筒照你啊，或者你個 laser 照一照你個電話，你又唔舒服又嬲。咁我做乜要令到觀眾睇戲會嬲咧？唔舒服又點解要令到西九同事、前台同事難做咧？甚至乎最近啊林日曦嘅戲，有人喺個演藝學院嘅時候喺度唔知攞個袋出嚟，攞個樽出嚟去小便，呢啲好呢個時代先至會發生，你從來冇諗過嘅嘢嚟噶嘛。咁你唔做一啲教育咧係唔得嘅。咁所以就係有呢場教育嘅嘢咯。咁呢場教育嘅有啲人以為做乜事啊？楊秉基要走出嚟要講 talk show 講咁多分鐘啊！我唔講點得啫？唔講啲人點入戲咧？唔講點樣可以處理到呢啲嘅尷尬嘅問題？我唔想有任何呢啲嘢。咁呢個位係，所以由頭到尾都有嘅。咁誒，因為開會議係開得最輕鬆、最開心、最易批嘅嘢。即係你諗下個空中千秋春江老師嗰個。幾難度高，用盡方法，自己用晒方法都唔得，最終係一定要揾指定公司先至可以搞到嘅。嗰件事係好貴咯，成本咁貴去做呢件事，值定唔值咧？大家都可以討論嘅其實。咁我覺得睇完出嚟嘅效果，我梗係覺得值啦，但係未必全部人覺得值噶嘛。咁而呢啲位都係我哋好大嘅 concern 嚟嘅，因為其實安全頭先講啦，請蘇晴做。所以我哋其實喺呢件事裏邊，我哋喺安全啦、保險啦，其實都係做到好足嘅。我諗相信係冇乜戲可以捉到咁樣咯，因為係買盡可以買嘅所有嘢，令到大家好安心去做呢件事。咁不過老實，其實咧套戲你頭先講到另外一樣，其實我覺得最令我覺得牙煙啊，作為觀眾覺得牙煙並唔淨止係春光老師嗰場舞蹈表演啊，其實係我見到佢哋好多表演者搬櫃，因為我聽到係應該係真係重啊嘛，
真係成個木櫃咁樣嘅。嗯我聽到我見到有一刻係鬆咗手，即係可能小失誤啦，唔係咩，都嘣嗰陣，我話哇真堅嘢嚟喎，真係重咯。嗰刻我嗰一刻我都嚇一嚇。哇！我以為真係輕輕嗰啲木板，因為你哋有一場咪攞住個好似個四方箱，佢哋拎得好輕，拎得好舒服咁，嗰個應該係輕嘢嚟啦。咁一定係輕嘢，佢哋仲要拋又要剩，咁我相信嗰一定係有出咗術啦。但係個櫃應該唔會喎，又要坐又要企，然後再要搬上搬落，有碌啫。嗰度我都覺得係，哇！你哋表演者係擔心，我都相信嗰段應該都彩排到。哇！所以之後咧，其實我本身俄羅斯方塊，你睇到俄羅斯方塊㗎嘛？即係俄羅斯方塊係我其中一個覺得想講共融嘅嘢，因為其實好多時大家一講共融咧，就好易係會用砌圖嘅。咁啊，跟住然後我就覺得不如試下第二啲嘢啦。俄羅斯方塊7種 size， 7種唔同嘅形狀，佢點樣合拼有唔同嘅嘢。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嚟，而製作呢啲箱嘅重量係一個，我覺得已經比平時輕㗎啦。咁但係佢的確係有重量，呢一個係你要安全又企到人上去，又要，所以係一個好棘手嘅位。咁本身係希望每一場都有唔同嘅 pattern 走出嚟，最後尾都放棄晒。係啊，太多，即係要用太多力啊！某個程度上高啲嘢係安全嘅，因為就係安全所以先重啊嘛，就係安全所以先硬淨咯。咁你要減磅，你要減其他嘢，就要再另外嘅設計同組合咯。咁但係係咯，所以你見到大部分就係放咗喺後邊，冇乜點樣善用到。咁而最重要最嬲尾嗰個合拼嗰個係一個就冇得唔要啦，因為你咪使乜要有呢啲箱？個箱最終就係要合拼啊嘛，合拼去講緊共融埋一齊。而最嬲尾合拼共融埋一齊嘅就係其實套戲裏邊一個信息就係，當一個人將自己嘅唔同狀態分裂咗、分開咗。咁你其實已經唔係一個完整自己，你點樣去將唔同嘅狀態嘅自己組成合拼翻？所以最後嗰場叫做大畫面，要將所有嘢合拼，係一個重要嘅處理。咁而呢個亦都係喺個戲裏邊成日排練嘅時候去講嘅，就係當我哋建構，亦都同時間要識得解構，所以淨係班年輕演員識得點樣砌到咁快。冇任何人俾佢哋砌得咁快，因為佢哋已經知道晒呢個搭呢個，呢個搭呢個，用最短時間可以搭起。咁，我覺得呢段嘢你要出鏡先好聽咯，即係我變成自己講晒你呢一段。即係其實劇場即係劇場一個獨特性係就係因為現場啊嘛，係因為佢每次係獨一無二一次啊嘛，即時共時一個表演嚟啊嘛，咁。冇辦法超越呢一個星期六夜場啊！我諗呢個係一個我諗同幾個演員都會係每次見面都終身講，亦都我覺得係去到教材嚟嘅嗰個位置，嗰個 magic moment 啊，嗰個係大家喺嗰一刻嘅所有觀眾都會讚嘆，亦都會覺得用得幾好嘅。我相信大部分啊，咁。就係去到404講緊失控嗰場之前，突然間有一個靜止之下，有一個觀眾大力打乞嗤，打到全場觀眾喺度笑，我點落去啊？跟住我就啱啱去到嗰場，個劇本諗到點樣寫落去啊？404呢個404講緊啲係失控，有人會打乞嗤，你哋兩個主角先要打一個乞嗤，佢哋接住然後真係打，哇！跟住然後我就一路呼應住呢個乞嗤去講嗰段獨白，我真係覺得係人生高點嚟嘅，呢個簡直係，即係你講幾多次俾人聽，劇場即時共時，劇場係遺憾藝術，劇場係冇任何一個代替同觀眾互動，
即係其實好多派系討論噶嘛。當個台上高有隻曱甴，觀眾都睇到，究竟你當隻曱甴喺度定唔喺度？你拍唔拍走佢？你整唔整走佢？好多討論。呢個打乞嗤一樣，你處理定唔處理？佢已經影響到全場觀眾喺度笑咯。我嘅判斷梗係必須要處理咯。而啱啱仲要喺404講緊失控嘅呢一場，我幾想之後嗰場自己都揾人去做媒去打乞嗤啊！即係你做唔翻嗰一場嘅威力啊！而呢樣嘢係會嗰種失控，再落去404失控啲嘢又再喐來喐去，咦？可能甚至乎做到有人疑問頭先個黑黐真定假㗎？咁即係我覺得已經去到咁樣好好玩咯。即係你處理到一個舞台嘅危機或者係破壞性嘅嘢，令到觀眾突然間醒晒嘅嘢，你點樣再令佢入翻戲？呢個係絕對一個 magic， 一定係蘇晴嘅呢一個 Anna。一來佢真係做得好好，佢係對我嚟講係超額完成。咁我話大家要信任啫，佢信任我，但係其實我都要信任佢。我其實都有死啦，佢會唔會唔信任我咧？我都會出現呢啲位。但係呢個蘇晴，我其實好耐冇叫佢蘇晴啦，因為我叫佢小叻啦，又或者叫佢做知情咁樣去叫佢。佢一個好好嘅一個人，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表演者。佢係好尊重表演藝術。我哋成日話讀書要學乜嘢叫做尊重表演藝術，佢正正就係一個尊重表演藝術嘅人。排戲有準備而嚟，排戲會為咗件事去作出好多準備。完場你叫做升級演員啦，佢幫手還原場地。哇！平時應該好難想像喎，咁而佢呢啲位一步一步令我對佢更加好放手，然後就會傾好多偈啦，傾個戲嘅裏邊嘅嘢，傾個角色裏邊嘅嘢，傾生活嘅嘢。我講過，譬如我話其實呢次等於一次藝術治療，佢係要點樣令佢上翻台？我講話你上到台啫，我俾個台你上啫。就算你做完之後，你點樣繼續去面對係真係睇緊個人噶嘛？即係等於我話家傑，我其實就係要打破佢建立咗嘅嘢，等佢再重組。蘇晴所有嘢已經冧咗，但係佢一路成個人生其實我見佢係不斷重組，然後佢再埋到嚟會因應呢個戲，佢一路重組、重組、重組，再探索、再挑戰、再一齊去創造。好信任導演啦，好信任對手啦，甚至乎好信任年輕演員啦。呢個係哇！我真係高度讚賞。我覺得佢點解一路話佢係個靈魂，冇佢件事可能唔易撐咯。而呢個人係咯，我又係同佢講嘅就係演員三重性。你除咗係做劇場冇經驗之外，但係其實你所有嘢都已經好好啦。點樣將呢三樣嘢結合為一，成為一個獨一無二嘅一個站上台，冇人可以代替你呢個角色。就算將來呢個戲有機會唔同情況之下重演，嗰個 Anna 已經係另一種 Anna。而你為咗你嘅存在，為咗令到呢個 Anna 呢個角色已經一錘定音咗，變咗一個好有靈性、好有觸覺、好有態度嘅一個咁樣嘅生命喺裏邊。咁我係覺得遇到呢啲演員係所有導演都會好夢寐以求、好開心。你唔需要點樣花其他嘅精神狀態啊、情緒啊，佢亦都唔會情緒勒索你啊，亦都唔會失控啊，好有自制能力，好有要求啊，亦都係咯，好係啊。其實大家辛苦嘅呢件事，我好記得同佢一個 moment 就係
入到台其實唔係導演話事啊嘛，即係好多管理嘅工作，好多唔同部門都想好多台上高嘅時間做好自己嘅部分，導演可以出聲嘅機會好少，但係又會突然間好多人會話導演話事，導演話事，其實導演冇得話事，佢係俾我最大嘅力量嘅一個人，即係佢知我面對緊乜嘢嘢，然後喺後台突然間撞見，一齊流住眼淚嚟咗一個好重要嘅擁抱，呢個係我可以完成成個 show 嘅一個力量，即係好好啊！呢個人好想佢繼續做多啲表演，好想佢自己嘅作品，佢自己嘅嘢可以俾更加多人哋再見到香港有優質嘅表演者。我有同佢講，我有同阿蘇晴講話，我之前搞過好多一個女子的獨腳戲，咁一個女子就係好啊嘛，咁好氣量咁我話我而家係最想係搞你嘅獨腳戲，希望佢會俾我幫佢搞啦，同埋希望會有場地啦，而我係覺得佢必定係可以更上一層樓。因為當你要做一個獨腳戲嘅時候，你要面對再探索嘅嘢係更多，一個演員嘅闊度係會更闊，有更加多嘅可能。咁佢係好值得花呢啲精神時間去同佢同行啦，同佢去共創一啲嘢。先講下頭，即係其實呢套叫《鹹魚肉餅豬仔包》，其實有好多破格嘅嘢啦。即係其實好似今次呢個訪問完咗 show 先訪問，係咪？即係平時係就係為咗宣傳先要有呢啲唔同嘅訪問，越多越好。而家就係睇完之後，其實係一個唔同階段嘅總結啦。咁啊，歡迎好多人一齊嚟幫手總結。咁亦都係套戲由頭到尾唔賣飛喎，咁即係打破咗一種商業嘅模式咯。咁啊，亦都係希望更加多人有機會直接用劇場去溝通啊、接觸啊。咁啊，所以要打破好多過去嘅一啲慣性觀念。咁如果要帶住呢啲打破過去慣性觀念去推介一啲我覺得值得去睇嘅戲咧，咁我會揀，我都仲係唔識讀佢嘅中文名，英文名我都好尷尬。但係同我喺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裏邊都有一個呼應去提及嘅，就係Hamlet 啦，嗰個哈姆內達啦，即係其實係哈姆尼特，哈姆尼特，哇好難！即係如果有睇鹹魚肉餅豬仔包，都知道裏邊其實係由希臘悲劇嘅歷史開始，一路又要再去到莎士比亞，然後又玩呢個中式嘅梁山伯與祝英台，咁去呼應講緊一個乜嘢叫做唔同時代裏邊嘅愛呢？然後有冇一個愛其實係咪會不斷千年愛咁樣去呼應住？咁我覺得哈姆尼特，哇！呢個戲係裏邊係啱啱有啲嘢呼應住嘅，咁就係講緊莎士比亞創作呢個 Hamlet 嘅時候，其實佢唔即係其實好多作品唔係直接講緊嗰樣嘢，係講緊其他生活上嗰嘅嘢。點解個阿爸要報夢俾個仔？阿爸報夢俾個仔，其實嗰件事係同緊佢自己個仔嘅一個對話而創作哈姆雷特呢個戲啦。咁跟住，但係其實最重要背後係佢對自己個仔嘅懷念咯。呢個對個仔嘅懷念呢樣嘢係一種好宇宙性嘅，甚至乎係唔係一座實體，但係可以恆久嘅存在，一個好又唔可，因為呢種愛又唔可以叫做細水長流嗰種愛，但係呢種係一種好蕩氣迴腸、好澎湃裏邊嘅嘢一樣嘢咯。你唔係直接講一樣嘢，但係原來裏邊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認知，根本就係講緊父親對孩子嘅愛、懷念、思念，先至係一個咁重要嘅嘢。咁原來佢轉一個 L 同埋 N 咧，原來就可以有唔同嘅故仔。咁都係同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嘅呢個戲裏邊有呼應。
咁我所以梗係大力推介呢一套啦。好。你而家睇緊嘅係一口氣全劇透。